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是馬同行。咁今節我想同大家一齊去思想下保羅新觀帶俾我哋嘅挑戰或者留意嘅地方。其實保羅新觀都好多年嚟喺教會入邊大家討論神學嘅上邊係會有唔同嘅觀點同埋爭議嘅。有人甚至認為保羅新觀係重新定義福音，重新定義因信稱義，甚至會將信徒帶離開聖經嘅真理。所以弟兄姊妹聽到保羅新觀呢四隻字，有啲就會好 alert 㗎喇。咁其實我都好理解呢一份擔心嘅，因為如果任何神學真係會動搖到福音，我哋梗係要好小心，要認真返去聖經裏頭去查考嗰個真理。但係我今次想同大家一齊去思考下一個問題。如果我哋完全唔理會保羅新觀提出嘅提醒，只係繼續將整個嘅福音嘅焦點放喺我如何得救上邊呢？咁我哋又會唔會同樣去犯咗忽略聖經一啲重要嘅信息嘅問題呢？咁今日我唔係想叫大家要接受保羅新觀，亦都唔係叫大家要去即係反對佢。我想同大家一齊返去聖經裏頭去想一想。第一個問題，福音是否只有我得救？好多時候我哋一提到福音就會諗到一啲好個人嘅嘢啦，譬如我信耶穌，我個罪得赦免，我將來上天堂等等，呢啲都係真實而且非常重要嘅。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四福音，就會發現耶穌去公開傳道嘅時候，最常宣講嘅唔係天堂門票呢個 ticket， 而係神的國近了。主耶穌不斷講神嘅國、12門徒、以色列、萬民、神嘅應許。換句話說主耶穌所講嘅救恩唔止單單係改變一個人嘅永恆結局，更加係神整個救贖計劃嘅開始。第二個問題，如果沒有舊約，我們真的讀得懂保羅嗎？近年嚟我真係越嚟越深刻一個體會係，如果冇咗舊約真係好難真正咁樣睇得明新約嘅。譬如話加拉太書，保羅不停咁樣引用亞伯拉罕、撒拉、夏甲、西乃山。羅馬書9到11章又一直咁樣討論以色列、外邦人、橄欖樹等等。如果我哋讀呢啲經文，心裏頭只係得一個問題，就係我個人點樣得救，咁就會好多內容一係就會被跳過啦。如果你認真去睇入去嘅時候，又會唔明白，覺得好莫名其妙。點解保羅一直喺度講亞伯拉罕呢？點解佢一直喺度講神對以色列嘅應許呢？點解佢一直講外邦人接喺橄欖樹上面呢？呢啲問題其實都喺度提醒緊我哋，保羅一直係將福音放喺整個嘅救恩歷史裏頭嚟理解。第三個問題，教會只是很多得救的人聚在一起嗎？今日我哋好容易將信仰變得好個人化，唔知你同唔同意呢？譬如話我的靈修、我的禱告、我的得救、我的祝福，甚至係我嘅問題。但係新約更多時候係形容教會，譬如話一個身體、一個家庭、神嘅新子民。原來神係唔係單止救一個一個嘅人嘅喎，佢係更加喺度建立一個屬於佢嘅新群體。第四個問題，保羅新觀一定要接受嗎？我嘅答案係唔一定，因為保羅新觀裏頭其實唔同學者之間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差異。有啲地方可能確實係需要值得討論㗎。有啲地方又實際上真係受到唔少，譬如話福音派、改革宗甚至路德宗學者等等嘅即係comment 啦。譬如話有啲人擔心，如果太過強調群體身份，會唔會淡化咗個人嘅悔改、信靠基督、因信稱義等等嘅重要？咁我個人認為呢啲都係真係值得認真思考嘅問題嚟嘅。
咁所以咧，我哋係唔需要因為佢係新嘅咧就全盤接收咯。同樣我哋亦都唔需要認為即係保羅新觀係新嘅，就不如唔好諗啦，全部掉咗佢啦，好危險㗎，拒絕佢啦咁樣。咁我哋真正要留心，要去 alert 佢啲乜嘢咧？咁樣我喺度諗，可能我哋真正需要 alert，要真正需要去查驗嘅咧，就係關於佢係咪忠於整本嘅聖經。今日咧有啲人反對保羅新觀，因為係擔心福音被改變啊嘛。其實呢一份心志就好似我一開始講，其實我真係好尊重，非常 respect。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都好希望我哋咧唔好因為驚而係拒絕重新咁樣翻去聖經裏頭去睇，因為教會歷史裏頭咧每一次真正健康嘅改革咧，都唔係離開聖經，而係我哋更加翻去聖經裏頭。譬如宗教改革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啦。所以咧，我認為真正值得去問嘅問題咧，就唔係佢係咪新唔新啊咁樣，而係呢個係咪更加去幫助我哋忠於聖經。最後咧，我想試下用一句説話嚟做一個結束啦，做一個 round up。我諗咧，福音既唔係只有我個人如何得救，亦都唔係只有神建立一個群體。我相信呢，福音似乎如果翻去聖經裏頭睇，佢係同時咁樣去成就緊以上呢兩件嘅事情。神藉住主耶穌基督拯救每一位相信佢嘅人，同時亦都藉住主耶穌基督完成佢對亞伯拉罕嘅應許，建立一個屬於佢嘅新子民，而且最終更新整個受造嘅世界。所以咧，當我哋閱讀保羅嘅時候咧，或者我哋可以即係問多一句啊，除咗我哋呢段經文係回答緊我個人點樣得救之外咧，亦都去諗一諗，保羅正喺整個嘅救恩歷史裏頭，同我哋啟示出神正在喺度做緊啲乜嘢啊？或者咧，呢個可以同時幫助我哋福音嘅深度之餘，亦都睇到嗰一份嘅廣闊度。但願我哋咧都唔係話我哋係呢個學派或者嗰個學派啦咁樣，而係咧我哋一齊謙卑咁樣咧，翻去整本嘅聖經嘅裏頭。但願咧我哋去參詳唔同嘅神學嘅學派，我哋要打開我哋嘅心扉，願意咧我哋嘅上帝去藉住聖靈去幫助我哋，引導我哋咧去更加去明白上帝對我哋嘅啟示，以致我哋咧更加對上帝咧有一份嘅更深刻嘅認識。咁咧我都係咯，都如果你歡喜嘅，我好想你咧都 subscribe、like 同埋咧 share 出去。咁我哋下次再見，好，拜拜。